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伴您度过精彩的每一刻。我是你的 DJ 废平。好，今天在我们的经典时刻的单元当中呢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9年王杰呢以谁明浪子心国语版，你知道吗？这首歌叫做《他的背影》，正式席卷香港的乐坛。在那个偶像歌手当道的年代呀，大家都穿得美美的，但是我们的王杰就只穿着怎么样牛仔裤，然后呢这个牛仔的装扮，深锁的眉头，还有他极具爆发力、沧桑感的爵士唱腔，完全颠覆了当时乐团对这个偶像歌手的既定印象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赶快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。这是在香港的这个电视台当中，王杰在现场所演唱的这首好歌。1989年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国語版就是《他的背影》，一起欣賞。可以笑的話不會哭，可找到知己哪會孤獨？偏偏我永沒有遇上，問我一廂俗人的風霜怎可結束？可以愛的話不退縮，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沒法使我感覺我終於遇上幸福。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捕捉，實在沒法擔起這一種愛。在這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請勿繼續，請你收起一切，相信這晚是結局。聽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設法去捕捉。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幸福。家與國的夢不結束，偏偏一顆心抗拒屈服，必須要確實領略到，就算一生一世也甘心沒有局促。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捕捉，實在沒法擔起這一種愛。在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請勿繼續，請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萬事結局。聽說太理想的戀愛總不可接觸，我卻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設法去捕捉。唔該晒王傑。